太上清净经。大德无言，心用天地，大德无言，闻名地观，大德无名，中有万物，我闻天地，中明万德，无德下，有心有道，有道有行。 上明天地有，立心主天，天地心，立心主天，主人永永不歇，三毒消灭，所以不廉价，为心必离，教必天下，廉天之价，对观之心。 心不异心，为观其言；言不异言，观其物；物不异物。三者既为见一空，观空有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亦无，无无也无，无无亦无。 当为相即，无所即，有体领先，有体不先。即是天性，天相应物，天相即心，相应相应，相清天意。对处清天，相立心德，意应心德。 名为密德，虚名一德，心无所念，为化众生，名为一德，心无计较，科传性德，分外，上书经，下书后经，上定不定，下定即定。 即表其相，不明了之。众生所以不见其德下，为有我心，必有我心。即经其实，必因有教万物，必教万物。一是一心常求。 即是烦恼，妄想，有恶是心，言口业，有漏无数，相平破坏，天行天道，天祥其道，妄下主定，必我得下，相清天意。 哦，大陆的呢，黄河锦绣小学校园，那个文化交流嘞，那个参观佛堂、义和圣堂的、爱享佛堂的，礼拜五晚上，儿童读经班。